大家好，我係卡卡里大咪，歡迎大家打開 PS News。最近呢，我哋嘅總理 Mark Carney 呢，佢就提議咗一個新嘅法案，而呢一個法案呢，將會賦予政府前所未有嘅權力噶。除咗關邊境安全嘅問題啦，其實呢一次嘅法案呢，亦都關 IRCC 部門事，因為呢，佢哋將會係加強咗 IRCC 部門嘅權力噶。今集 PS News 呢，就同大家講一講呢個法案究竟會唔會影響到大家。大家好，歡迎大家打開 PS News。喺呢一集影片開始之前呢，大咪先邀請大家俾個讚好，俾個 like 我哋先。如果喜歡呢一集嘅內容嘅話呢，歡迎大家可以分享出去俾你嘅朋友噶。如果仲未訂閱我哋 channel 嘅朋友，歡迎你訂閱佢，記得開埋個通知啷啷，有新片新直播就會立即通知大家。做影片呢，一啲都唔容易噶，所以我哋好需要每一份嘅支持力量，多謝大家。根據翻近日媒體嘅報道啦，加拿大 Mark Carney 咧就提議咗對移民系統進行大清理，並且咧係逼數十萬人咧離開加拿大嘅一項叫做加強邊境法案 Strong Borders Act 嘅詩意法案，喺6月5號已經正式提交咗，而呢個詩意法案將會係賦予政府前所未有嘅權力噶。例如喺緊急同時間緊迫嘅情況下，執法人員可以唔使搜查令，即刻採取行動或者查扣特定嘅資料。為咗打擊洗黑錢同恐怖分子融資，呢個法案仲引入咗新嘅限制，針對1萬蚊以上嘅現金交易同現金存款。而政府官員亦都表示呢一啲嘅新規定係唔會影響大多數守法嘅加拿大人。例如係用一啲現金買賣房屋合法交易嘅行為，因為相關嘅規定係唔適用於存款類機構，例如係銀行。而呢一項大規模嘅立法呢，涉及多個嘅政府部門嘅，包括公共安全部同埋加拿大邊境服務局 CBSA 等等。呢條法案仲提議修訂海關法，加強打擊非法毒品、武器走私同埋偷車活動。根據呢個新嘅規定，邊境官 CBSA 係可以入去由運輸公司或者倉庫營運商管轄嘅地方，喺貨物申報、裝卸或者儲存嘅位置進行檢查。法案入邊呢，同時亦都有修訂到海洋法嘅，將國家安全活動呢納入加拿大海岸警衛隊嘅職責範圍，令佢哋可以進行安全巡邏，同時收集同分析有關安全嘅情報。加拿大郵政公司法呢，亦都係被修改噶。以後加拿大郵政部門呢，係有權拆開大家嘅信件，咁即係話呢，加拿大警方呢，以後喺刑事調查嘅情況底下搜查郵件就會變得暢通無阻啦。而最令到大家關注嘅呢，當然係涉及移民嘅修改啦。法案呢，將會加強當局取消、暫停或者係變更移民文件嘅權限，而且亦都可以取消、暫停或者係停止接受新嘅申請。呢個呢，係意味住佢哋係為咗應對難民申請激增嘅情況底下呢，提出咗新嘅難民資格係唔會受理嘅條款。而值得留意嘅一點係呢，呢個法案將會喺公共衛生又或者係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嘅時候，賦予政府對移民文件更加大嘅控制權嘅。講翻人話，即係話佢哋個法案係會俾官員喺公共利益需要嘅時候係立即取消、暫停又或者係更改移民文件嘅。佢哋亦都加強咗皇家騎警 RCMP 同國內國外執法機構共享註冊性犯罪者信息嘅能力。總括嚟講呢一次嘅詩意法案主要解決呢就係一啲庇護系統積壓啊，又或者係非法入境同埋毒品走私等等嘅問題。然而 IRCC 呢，加拿大移民部嘅數據顯示，截至我哋2025年3月31號呢，等緊庇護申請呢已經係多到280825宗㗎喇。意思即係話呢個庇護系統呢，其實係嚴重積壓，而申請緊 PR 永久居民身份、臨時居民身份，又或者係工簽、學簽呢啲數量都係非常之大，所以 IRCC 移民部嘅壓力呢，其實係極大嘅。積壓嘅數量呢，亦都越嚟越多，所以呢個由我哋加拿大總理 Mark Carney 提交嘅詩意法案呢，就將會容許佢哋一次性拒絕大量特定類型嘅庇護申請，而唔使逐個審查。咁喺呢個新法案嘅底下，邊啲人首先係會被驅逐嘅呢？根據翻呢個詩意嘅法案啦，1年之內未提交申請嘅尋求庇護者呢，就會直接被拒絕㗎啦。
因為新嘅法案入邊呢規定，移民嘅人必須要入境之後1年內申請庇護，如果唔係呢就會自動被拒絕。而呢個措施呢可以追溯，而且適用喺2020年6月24號之後嘅申請者。而講緊被波及嘅人數呢係幾十萬個國際學生同埋臨時工人。當出咗呢一個新聞之後呢，有好多人都認為呢一個嘅法案呢其實係向緊美國示好。因為美國嘅 Donald Trump 咧上台之後咧，就指責加拿大非法越境同埋芬太尼走私嘅安全問題，所以就對我哋加拿大嘅商品咧徵收25% 嘅關稅，而且亦都有徵收能源產品10% 關稅。唔知大家又覺得呢個新嘅私議法案又有咩睇法呢？留言話俾我聽。我係卡卡里大咪 signing out。喜歡影片嘅話，歡迎大家讚好、訂閱、分享、開埋通知啷啷，我哋一有新片同埋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多謝大家收聽收睇 PS News，我哋下次再見。